陪伴台湾大人用台语来学台罗音标第6课第5章变调。台罗音标变调原则：1、5变7， 7变3， 3变2， 2变1， 1变7， 2、4 H 变2， 3、8 H 变3， 4、4 P T K 变8 P T K， 5、8 P T K 变4 P T K， 6、轻声2个海份，海份前一字用本调。7、3连音第9调，高声调上悬音，范例如后。1例1、5变7，鼓槌，槌啊，推锤。2、7变3，风台，台舞。3、3变2，阿太，太监，老太太。4、2变1，海龟子，龟子麻。5、1变7，透支，支票。2例1、4 H 变2，手撇，撇成。3例2、8 H 变3，破，破链。4例3、4 P 变8 P， 硬接，接骨。4、4 T 变8 T， 细节，节省。5、4 K 变8 K， 庆祝，祝福。5例1、8 P 变4 P， 复杂，杂念。2、8 T 变4 T， 目杂，杂片。3、8 K 变4 K， 家族，族亲。6例轻声2个海份，前一字本调。1、管太医。2、等咧。3、内行的。4、动咧。5、掠量的。6、
母的。七个三连音第九调高声调上悬音一昂昂昂昂二三青青青青四拿拿拿拿